大家好，我係莎拉，今日會去門司港，搭一個站，我哋就去到博多車站食早餐，非常豐富嘅早餐啊！而家我哋就搭一個站去兆倉嗰邊轉車。轉眼間，我哋已經嚟到門司港啦，好有氣質嘅車站啊！門司港係明治到昭和初期熱鬧嘅國際貿易據點，當時建造嘅歷史建築，而家仍然遍佈喺街上面㗎。唔講咁多啦，我哋去買咗周遊券先。一張周遊券係每人800 yen。今日都係落雨。我而家身後邊呢個就係門司港車站，而家我哋就去搭船先。前面呢一個就係搭船嘅碼頭。而家搭船去塘戶。好似都有唔少日本本地人喎。啲伯伯約埋3、5知己去遊覽喎。呢一啲啊，就係呢一啲位置，有啲似威尼斯式湖。船程大約5至6分鐘左右就會到塘戶碼頭。睇睇先，我哋而家要去塘戶朝市，向呢一邊行，向住呢個方向就啱㗎喇。呢度就係塘戶商店街。呢邊都有唔少食肆，咦？有牛角喎，沿途經過龜山宮神社。呢個就係塘戶朝市，裏面有好多魚生賣啊！呢度有好多都係食雞泡魚刺身，我哋就買咗1盒吞拿魚作為午餐小食，然後再買一批雞泡魚刺身試試。呢一啲食應該係俾人哋打邊爐食用嘅，見到個價錢都幾抵。另外再買1盒蝦，如果食嘅話就上1樓嗰度食。經過乾貨區。而家就去1樓揾地方坐低食，呢度好老娘津 feel。喺前面轉左，可以去呢啲公共空間嗰度食，對住海景食係唔錯嘅，不過呢一度冇冷氣啊，有啲焗。如果冇落雨嘅話，你哋話幾好？いただきます。原來雞泡魚刺身食起嚟冇咩味道嘅，冇咩鮮魚味，點醬油食都比較好。點醬油食鮮甜嘅吞拿魚，好食，好可愛嘅渠蓋。食完之後，繼續我哋嘅行程。哇！呢間屋好正，樓下做咖啡，樓上係居住嘅。我都想有啲咁嘅生活啊，好羨慕。赤間神宮、雞泡魚君，一個環境清幽嘅小神社。
行上去睇睇先。好型喎，咁樣企喺度影。呢一度係御常村公園，係彈之堡之戰嘅古戰場舊址。呢5座複製嘅炮台向住海峽一字排開，其中一座會喺9點至到5點呢一個整點嘅時間播放炮彈發射聲同埋硝煙，或者可以入100yen就可以隨時欣賞。支炮仲有花紋㗎，超靚。呢個係關門海底行人隧道，係全世界唯一嘅海底步行隧道啊！隧道長780米，行到一半仲可以見到山口縣同埋福岡縣嘅交界處。山口縣同埋福岡縣只差一線，兩邊嘅盡頭都可以吸印仔㗎。畫風一轉，我哋已經上到嚟地面咯。忽然有個鳥居呢，對住個海真係好療癒啊！本身我哋想嚟搭觀光火車朝風號啊，點知原來佢係開星期6日嘅啫，1至5係唔開㗎，有啲可惜，但係冇辦法啦。呢度嘅巴士係1個鐘頭一班，如果大家好似我哋咁樣，就要留意一下咯。返出嚟門師講，要食呢一度必食嘅名物，就係燒咖喱啦。我哋隨機揀咗呢一間食，環境幾舒服㗎，好香好香，新鮮熱辣，正，食起嚟真係好香口，好美味，必食啊！檸檬梳芙梨，超香嘅檸檬香味啊！超和布丁，好有濃郁嘅蛋味啊！食完之後，我哋又再出發。呢一座係北九州市嘅大阪商船，前身係旅客嘅候船室嚟嘅，而家改造咗設計館藝廊，免費俾人哋參觀。呢一個金庫我哋搞咗好耐都開唔到，有啲難度。我睇到網上係有人解到㗎，最後都係放棄。就係呢啲位置啊，有啲似威尼斯色湖，啱啱好搭正4點開橋時間。究竟可以開到幾大呢？好似差唔多。呢一個就係開到最大嘅狀態。呢邊有啲小商店，就係呢一個位，得呢個位嘅啫。呢個就係小歐洲。呢個係橋開關嘅時刻表。呢邊方向影風景幾靚喎，好靚喎！呢一度嘅風景好舒服啊，不過太大風啦，完全冇儀態可言。呢度係是日門司港最後一個景點——九州鐵路紀念館。我哋到咗門司站咯。感覺好正喎！門票每人只需300 yen，原本嚟嘅目的係為咗佢，因為落雨所以電車停運。唉，玩駕駛嘅話就每人只需300 yen 就可以玩啦。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哋嚟呢一邊一樣可以體驗。哇，逼！好有哦，好似好有質感喎，好有質感啊！我哋去另一格睇睇先。
哇！呢個座架好高，要上樓梯嘅。哇！呢個位窄到呢。哇！你剎車係咁樣喎？咁咪要好用力咯。唔係，剎車係咁樣剎。開車即係加速要用住力。哇！日咁你手臂咪勁粗咯，可以日日咁樣練力。好玩啊！大家睇睇呢度幾狹窄，有廣角鏡都搞唔掂。超型啊！呢架係 EF10型嘅 EF1035號嘅直流電力機車，係日本國產最初批量生產嘅貨運機車嚟嘅。呢一架係機械07型嘅柴油客車，後肥小角。以前嗰啲名呢，而家都冇咗咯。呢架係列茲黏嘅輪號列車，係日本國鐵485系列車。呢架係可以入去嘅喎。好正啊！我未試過咁樣拍。呢個係14系嘅寢台客車 Sakura。呢啲係可以瞓嘅座位，係俾長途行車使用嘅。以前嘅人應該係踩台上上層。呢架係日本國鐵581系嘅月光號，係1967年嘅第一型嘅臥鋪特急列車啊！車廂嘅內部係咁樣嘅。落車咯！最後參觀埋本館。入去先。哇，好正啊！上樓上仲有電車嘅周邊參觀。列車嘅標誌牌、舊式嘅電話、車站設備等等，早期火車上嘅用品，活字印刷用嘅原字啊，唔同地方嘅車票，便當嘅造型，係日本鐵路同埋交通工具相關嘅手繪海報啊！仲有膠紙嘅周邊產品。晚餐我哋返返去博多度食壽喜燒，本身係冇安排，係臨時決定嘅。而家6點幾左右，時間都尚早，店裏邊冇太多人。前菜1，前菜2，呢個係座骨梳打，冇記錯好似係990 yen，有啲貴。叫咗一個和牛套餐，望住人哋煮嘢特別療癒啊！如果大家喺深夜睇呢條片嘅話，而家呢一個就係深夜美食啦。咬落去係入口即溶噶，仲有擺盤，最後就係甜品，就係咁樣結束咗我哋第3日嘅行程。聽日會去柳川。
今日一早8點半，我哋就嚟到天神站食早餐。由天神站去到柳川市，車程大約1小時20分鐘左右。嚟到柳川，梗係要坐小船舟啦，向呢個方向行。今日只係陰天冇落雨，實在太好啦！要拎住呢一個坐墊坐。呢一架船最多可以坐22個旅客。開船咯！冇落雨真係太好。成個船程大約係30分鐘左右，景色真係好靚。發現呢度都有唔少龜隻啊！而家準備朝住嗰個洞進發，又有紫陽花。柳川扮威尼斯，要搭船先可以返屋企。有間餐廳喎。影到啦，好似好舒服咁喎。有隻河，哇，有 feel！
OK 喎。好靚喎！有好多唔同品種嘅花。經過賣雪條嘅店鋪，夏天嘅時候嚟呢一度遊覽嘅人就可以喺度順便買嚟食啦。差唔多到岸咯，哇！有好多龜喎。上岸之後，我哋食鰻魚飯，因為本屋好多人排隊，所以我哋就去咗呢間綠騎。我見 Google 網上嘅評分都唔錯，鰻魚食起嚟都幾有炭燒嘅味道，唔錯。食完之後，我哋就返去車站附近行一陣，之後準備去下一個站就係太宰府。呢度仲有攝影棚俾人哋影相留念。終於搭到水都號去太宰府啦！水都號嘅車廂裏邊就會有呢一個擺設，有得吸引仔，有啲商品，另外嗰邊都有展品。太宰府嗰站都幾靚喎，一出車站出邊就見到一蘭分店，無時無刻都有一群人排隊，真係好勁。旅客必到嘅地方，有好多吃貨嘅地方。嚟到太宰府，好似一定要食梅枝餅。呢一間嘅梅枝餅都幾好食，可以入去裏邊食噶。試試先。OK 喎，咬落去熱辣辣又香脆，仲可以睇到佢哋嘅製作過程啊！呢度仲提供茶水可以自由斟。咦？真㗎？好大隻啊！哇，好靚喎！夜晚仲有射燈添，真係不得了啊！有個小朋友樂園喎，隔籬就係九州國立博物館，個時空隧道好正。哇，咁大嘅？呢度5點鐘就打烊，唔夠時間參觀，所以就咁樣行下。今日都行夠啦，係時候返市區啦。太宰府個車站真係好有特色。之後我哋就去天神站地下街食晚飯。地下街真係好多嘢食，真係唔使煩食乜嘢。經過紫衣卡哇專賣店，好 Q 啊！真係 Oh my God 啊！又唔小心放低咗幾兩。返酒店嘅路途中見到日落啊！今日冇落雨，好平安啊！如果聽日好似今日咁，你哋話幾好呢？去覓島，對住海食海鮮飯，好有住家飯嘅味道嘅煮魚專門定食店。